我说俺大学生该期末考试复习了。啊，有些大学生啊，老师你不要管我有自己的节奏。你有啥自己的节奏啊？你都不如听老师的，给俺外地的室友来一点这个山河四城的震撼啊！早上6点一起床，站在寝室，哦，我顺势啊，不中了你再买一点高中校服往上一穿啊，叫那书拿正高啊，这才是适合你的节奏啊！不是说拿着那书在那图书馆安安静静的都快睡着了。啊，还有那同学说，老师我都回家半个月了，老师我都在家都躺了好久了。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！再躺2天都得靠扫地维持亲情呢。啊，被子一拉，开着那空调盖着那被子，你是冷啊还是热呀？你骂你2下你都老实了啊！又给笑的啊！又给笑的啊！